張敬軒呢日即將為舉行嘅音樂會進行彩排，佢透露今次音樂會將會喺全球網上直播。哇，咁大陣仗，咁你緊唔緊張啊？都緊張㗎，其實出道以嚟第一次做網上，即係做同步 live 嘅live broadcasting 嘅音樂會。咁同埋今次呢個 show 80%都係人哋嘅歌，80%都係翻唱人哋嘅歌，咁都幾新鮮嘅其實。唱邊個啲歌啊？你會唱孫燕姿啦，蘇打綠啦，五月天啦，黃婉之啦，即係好多自己中意嘅盧巧音啦，中意嘅歌手嘅歌咁樣。咁而我喺呢個 show 嘅最尾揀咗一首好爆嘅歌，係想唱咗好多年㗎啦。不過礙於尺度問題，一路都未有機會喺台度唱。咁趁住今次冇其他官方傳媒嘅限制，亦都唔會有人打電話投訴咁樣，所以可以唱。邊首啊？唔講得住，賣個關子，有味嘅不過係啊。